咱牧师今仔日咧分享的信息，耶稣教咱祈祷伫。过一摆咱做伙来祈祷。主上帝，我代表新化教会，阮使用你所手术祈祷的权柄，对天顶的宝座，阮献上阮的感谢。新化教会伫你的面头前坚心决意，要诚做尽忠的奴仆。阮伫你的面头前，阮尽阮的气力，要来服侍主你的圣工。愿你帮助阮，互阮有份伫上帝国的内面，互阮逐时逐刻拢因为圣神的引带，性命得到更新转换，嘛互侪灵魂失丧的人来到上帝殿宇中间，搁一摆活起来、醒起来，灵性得到更新把助。主愿你帮助阮，互新化教会有份伫遮的圣工的内底。愿你差派天使天军围围伫阮四周围，保护阮、帮助阮，互阮会使面对头前的挑战。阮犹原大有气力，所有的气力对上帝来，毋是对阮来。主，阮坚心要使用你所手术信心的气力，互阮对上帝来讨迄个真果实的祈祷的应允。主啊，你来帮助阮，互阮看到主你的手伫遮来做工。感谢主，阮的祈祷、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今日要来讲上帝的国度。那讲到国度的时阵，咱需要另外来定义什么叫做国家。那一般人，咱的囡仔、青年咧讲什么是国家的时阵，伊若看公民课本吼，伊就会做清楚知影讲，国家有4个定义啦吼。最简单来讲，就是一个国家一定要有土地，若无土地袂使讲是国家。过来土地顶头要有住人啊，你若无人，就毋是一个国家。有住人了后，有人来管理啊，所以要有一个政府。过来煞遮来就是第4个，就是要有主权。土地、人民、政府甲主权代表一个国家的存在，迄是咱伫世界上普遍的认法。所以台湾会使讲是毋是一个国家？是，台湾应该算是一个国家，因为咱有土地，咱有人民，咱有咱家己选出来的政府甲总统，阁有咱家己会使管理的主权。所以咱认为国家的定义是安尼，总是咱若来看圣经内底，啥物叫做上帝的国？迄个定义就较简单啦，无遮复杂。啥物叫做上帝国？上帝国就是耶稣基督的王权降临伫你的身躯顶，管理你。这就是上帝国的来临，神的主权掌管了你，这个就叫做上帝。所以我问你啦，若是安尼的时阵，圣神若运行伫你的生命中间的时，你是毋是上帝的百姓？是，你是毋是上帝的土地？是，上帝主权伫你的生命中间，你甲你隔壁迄个人是毋是拢是做伙做上帝国的一部分？对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爱去理解上帝国上界重要的是，你有同意将你生命主权交代予上帝来管理，你就暂时入去上帝国度内底。路加福音书17章20节到21节，有一段经文要来甲咱解说，什么叫做上帝国？法利赛人问耶稣讲：上帝国几时会到？耶稣因为讲，上帝国来的时，毋是目睭所会见，人嘛袂使讲看伫遮，看伫遐，因为上帝国就伫恁的中间。恁的中间，这个中间呢，有的版本来翻做心内。做是即字嘛会使翻做中间，就是咱会使去来想，你若是一个人的时阵，上帝国会入底，伫你的生命内底，就是你的心内。做是你若是一个团体，你若是一个团体小组，上帝国会出现伫底。除了是伫你的心中以外，阁有你甲你隔壁即个兄弟姊妹互相互动的关系。所以上帝国看会到，看袂到。因为伊代表是一款的气氛，伊代表是一款的团结，伊代表是一款的合一，伊代表是一款心有灵犀一点通的
感动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你要讲上帝国伫对，亲像科学家咧讲，人的记忆藏伫对。最后科学家会甲咱讲，咱拢知影是脑啦吼，无人记忆是藏巴肚的，拢藏伫脑内底，就是藏伫个脑的倒一个部分。调查到最后发现，嘛是同款，那个是神经传导中间的一个结果，不是放在哪一个组织里面。所以你敢若会使讲，迄到底是虾米款的具体的上帝国讲袂出来，因为迄毋是咱会使理解。就像你的记忆，嘛是神经突触中间的互动的结果，不是放在神经里面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爱先有这款的理解。所以我要甲咱讲，圣神在你了了后，圣神若伫你了了后，你就是上帝国啦，足简单，就是安尼尔尔。所以愿咱的心吼，拢会对上帝来拍开，吼耶稣基督的神离开到咱的内底。所以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有讲到一段话吼。伊讲吼，所以我互恁知，互上帝的神感动来讲的，无人讲耶稣是通救主，若毋是互圣神感动的，嘛无人会讲耶稣是主。所以当圣神临到一个人的生命中间的时阵，伊会对心内发出耶稣是上帝这款的赞叹，毋是嘴讲的，耶稣是主嘿，耶稣是主，咱嘴讲的。可是那种经历过圣灵充满的人，真的遇到上帝的人，他会吓死了。这个世界上的上帝竟然是真的，这本圣经所讲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虽然看起来足古早传落来一本册，总是你看到你所经验的，像使徒行传同款，像马太福音同款，像启示录同款的经验的时阵，你爱起着皮，因为这本册是对这个世间出来，所以唔通掠你家己做足大。咱的痛苦拢是掠咱家己做大，咱是世界中心，所以我著安怎，这个世界就安怎安尼。实际上拢毋是，咱迄是误解，咱应该去了解世界的中心，袂使放伫你的生命内底。你若安尼，你就是上帝。当人要做上帝的时阵，是开始破病的时阵。所以咱来转来看，当上帝做咱的上帝的时阵，咱才会轻松。所以毋通看袂出来。所以咱爱看会明白，看会清楚。但你有一句话讲吼，目睭若糊糊吼，别人会看做脸糊啦。咱若糊糊，目睭糊糊就看袂清楚啦。有一个笑话安尼讲吼，有一天一个空中小姐啊，伊伫飞行机顶头，伊咧服务，结果就看到伊的亲戚吼，伊的亲戚二伯啊，人也是坐即班飞行机吼，足欢喜的，想讲有一天等下吼，若等下我若有闲，我去来拍一下招好诶，真正咧分便当的时阵啊吼，咧分伊的餐点的时阵，真正有迄个时间吼，伊原走去因二伯啊遐来摇啦，二伯啊，二伯啊，二伯啊，二伯，啊二伯啊，目睭是踢开啊，哎呀，这外面神啊，眼神唔对，这毋是阮二伯啊吼，哇哎呀，看唔对伊啊，要安怎啊？二伯2到30，31啦吼，来食的31粒便当啊，来上来食。这是笑话咯，但是伊就看唔对，眼神不对。佫有一个故事足好笑吼，有一个人咧分享10几年前，因去国外读册的时阵，因拢摕公费，总是出外读册学生囡仔，实际上无偌济钱啦，所以因逐顿咧食饭的时阵，拢爱欠足济钱，到后头食一顿好料的。总是有一个留学生吼，伊逐工去食饭的时阵。迄厨房的厨师吼，拢特别捞菜互伊啊！哦，伊足感谢，伊想讲吼，来到即个所在吼，无亲戚五早无到半个拢放我，遮拢无亲人啊吼，遮嘛无好朋友。我干那一个人尔，竟然有即个真好的厨房的厨师来到遮吼，把我照顾安尼。啊，有一天伊去了博士学位啊，伊要转来台湾啊，伊就特别吼去甲。送一个礼，互即个厨师讲感谢你即几单吼，你特别拢甲我偷加菜，我心中足感谢啦吼。但是我要甲你问讲，为什么你拄啊遮好啦？啊，迄个厨师讲吼，哦，我最喜欢你们台湾人，因为你们台湾人拜的神都是黑的，我去庙里面看到都黑黑的，只有你们尊敬黑人。啊，你因为伊就当做伊是乌人啦吼，当然这两个拢是笑话啦吼。就是圣经有一句话咧，甲咱讲，听是爱听见，煞无明白；看是要看见，
却袂晓。即个意思是啥物？是讲有当时啊，咱咧听真理，咧看道理的时阵，真正拢看到外口。正讲的内底你无看到，但是咱要看到内底，我要来你讲，要有信心。若无信心即个元素，人袂信耶稣，人也袂天父做上帝，无可能。因为信心伫咱的心内中间，所以咱是通的。神学家叫做一个叫做保罗天理课的神学家，是我做钦佩的神学家。伊有讲一个观念，要来甲咱讲啥物叫做上帝国。伊讲若上帝国临到的时阵，你的生命会变做透明，你会变得很清晰。那上帝国无临到的时阵，甚至你若写成卡掉的时阵，你的生命安怎模糊，看不清楚。我要甲人讲吼，这毋是看别人安尼有的问题啦，这是生命深度的问题。我过去伫国神咧牧会时阵，我有遇到一个青年，大概我若经过伊的身躯边的时阵，我就感觉无明的感觉走出来，然后会感觉讲足侪声音伫伊的四周围咧说，伊无讲话，拢无讲话，伊拢做好势，拢无讲话，乖乖伫教会服侍，总是我感觉足奇怪。大概经过伊吼，我就感觉讲无言，亲像足侪好神咧说迄种感觉。我就来讲讲，你有一寡代志你爱做，你爱特别爱来信耶稣做爱悔改。你若做毋对爱更改，总是伊无甲我当做一回事。伫我要离开国神之前，我较知影吼，伊去合法院判10年5个月徒刑，伊较20岁尔，伊较20几岁啊，伊乖乖出来就30几啊，伊毋是去食赌啊。伊是去欺负迄款10几岁啊未成年的即款少年，查甫的去欺负查甫的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我要甲咱讲，生命的透明，甲生命的迄款无明，是这相感受会出来。因为信心啊，伫你的生命内底，你是清气的，你是透明。总是你若是去追困白条的时阵，亲像一场的蒙雾，亲像一场的雨神射伫迄个边啊，所以咱爱伫即个真了解这个事，若无咱来教会就拍算去啊！一定爱了解，做甲得到赦免，即两项一定爱了解。做会互你无简单，就是讲你的生命愈来愈痛苦，就是赦免了后，你会愈来愈轻松。所以咱爱伫即个所在去理解。所以有当时啊，我看咱兄弟姊妹。若听到正讲对你有意义的话时阵，亲像光照入来共款，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就变做透明。一个透明的生命是上帝所欢喜，嘛是新创造的人会走出来。我要来看《撒母耳上卷》第1章12到17，伊咧讲祈祷啦。撒母耳的妈妈叫汉娜，汉娜伊袂生啊，总是因翁阁带一个细儿。迄个细儿有生囝了后，常常拢来入到即个汉娜足受气，走去圣殿祈祷。总是伊咧祈祷的时阵，这时伊哩发现伊咧祈祷，当做伊酒醉。所以你去了解吼，为什么会安尼吼？咱来看即段经文，伊就讲着汉娜伫耶和华面前吼，不住咧祈祷，伊哩注目看伊的喙。当汉娜心内静静求，只有喙唇叮当，无听见声，所以伊哩掠做伊是酒醉。伊哩甲伊讲：你咧醉到几时啊？你毋通阁啉酒。汉娜因为讲：我的主啊，毋是安尼，我是心内忧苦的妇人人，薄酒、厚酒我拢无啉，独独伫耶和华的面前吐出心情，目的掠你的女婢做歹德行的妇女。因为我的大忧魂受激气来讲，伊哩因为讲你通平安转去，愿以色列的上帝允准你所对伊求的。这个妇女咧祈祷的时阵，外表看起来哪啉酒醉，所以请你会去想到心中内底有一句话叫做啥物？新酒爱放伫新批笼的内底，啥物款的意思？圣神若运行伫咱的中间，咱咧祈祷的时阵，有类似的感觉，看起来敢若是啉酒醉，实际上内底煞是透明、清晰的，这个清晰的状态。可是有很多生命模糊的人，
他常常以为他的理性是清晰的，而且没有人知道他做过什么。我要跟各位讲，不要这样子想，你应该去想说，我做了什么不重要，只要我被上帝拯救就好。我们应该要这样子讲，不要说我的事情没有人知道，所以我继续做。我们要了解时间有限，爱趁摇花通吹到的是爱不来找伊。所以新创造是基督出来，结果上帝讲人入来到你的生命内底，你就成做新创造的一部分。咱正人是不是拢坐伫遮静静听我讲？是不是？对，是因为咱专心要听上帝的道理。总是你去来想，这是不是伊？对，这叫伊。总是你若去菜市仔时阵，教人要听你讲，逐个人拢照伊讲伊的嘛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你会感觉菜市仔是安那？真吵、真杂、真侪声音，迄叫做杂。我要伫遮逐咱分享，你若看到周报，我有甲你写得较清楚。就是你的生命内底若是分裂状态，你会觉得很烦躁、很杂，很多意念、很多想法。所以你需要耶稣基督进来到你的生命中间，做你的导师。信心将你每一个生命破碎的部分全部连做一体，互你搁恢复一个完全上帝初创造的状态。因为罪互咱破碎。总是信心，搁互咱连做伙。你的生命内底，不管你是3岁、5岁、15岁所做的代志，迄个印象特别深呢，还是讲你无愿意承认你有这部分呢？常常但伊藏伫后面的。我要甲咱讲，藏伫你生命内底、记伫后面的，遐袂落去的，遐常常会跳出来甲你抗议的。因为伊来讲，我嘛是你的一部分啊，你哪会常常拒绝我？因为咱的意识内底真讨厌我家己迄个部分，所以无想要看。这会造成咱心理的问题，所以我伫遮甲咱邀请，你邀请主耶稣入去内底做和解使者，互咱生命中间每一个破碎的部分，完全亲像咱做礼拜的时阵听耶稣基督讲话，这才是上帝国出现的上界重要的意义。所以一甲真杂，这是无共款状态，一是连做伙，杂多这个东西不是属于上帝的，而是属于血气。所以《哥林多前书》第2章14到16节，这段经文我需要来讲。若是上过去的，无承受上帝的神的事，因是看做戆，也袂会捌伊，因为要对神晓判断，独独属神的人判断万项事，也家己无互人判断，因为自罪有知主的心通驾驶伊啊。若是我有基督的心。这段经文内底要甲咱讲的意思，就是讲属血气的人不会领受上帝的事情，因为他有够杂了。你要叫他在听新的东西很乱，他很累，他内心里面太多念头。但是属神的人，他的心灵是合一的，一个，所以伊单单的听上帝讲，上帝无凊彩判断代志，总是伊判断的时拢是真的。所以颠倒伫上帝国的人变得较简单、较轻松。伊免家己想一堆啦，因为知影上帝将真理放伫伊生命内底，所以咱爱去了解，什么叫做清晰的，什么叫做朦胧的。清晰的是因为上帝改变我们，成为一个透明合一的生命。朦胧的看起来是没人知道你的事，却是因为你本身已经被乌云罩顶，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事情。说下来，耶稣用足侪图片，互咱看到伊所要表达的上帝国。咱常常无法度了解上帝要甲咱讲的事，总是耶稣用譬如要甲咱讲，啥物叫做上帝国。我想咱小可去理解，你就会较知影讲，将这个图片逐张拢甲拆起来时阵，会较清楚啥物叫做上帝国。马太福音到25章，这段经文咧讲的，啥物叫做上帝国，啥物叫做天国，就是眼光爱正确。这段经文讲吼，耶稣搁说一个譬如对因讲，天国亲像人也好像子伫田里，人咧困的时有求球来将花啊压伫麦啊内底。他在说的是，上帝国就好像有人撒好种在田里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，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。这是啥物意思咧？我要甲咱分享。当咱咧做事的时阵，咱咧做事工的时阵，有好代志发生的时阵，常常嘛有歹代志会出现对无？
做一个人讲，这叫做撒旦咧做工，是毋是？对对。咱无可能一直拢好事咧发生嘛，有当时嘛是拄着歹事，也是故意去甲你反抗的事，咱会去拄着。就是耶稣要甲你讲，上帝国的意思叫做把眼光放正确。等上帝国你入去了后，你开始会注意到谁？你开始会注意到麦子，你不会一直注意到稗子。麦子长大了，稗子才可以分出来。可是我们如果属血气的人，常常都会急着要把那个错误挑出来，要把那个稗子拿起来。耶稣甲咱讲，咱安尼做的时阵，会去伤到麦啊。迄个皮啊，虽然你有长起来，总是迄个麦啊嘛受伤，咱爱去甲看。当你互圣神感动煞了后，入上帝国度内底以后，伊的眼光的正确，就是你开始努力，互麦啊较紧大汉。当麦啊大汉了后，迄个皮啊问题自然就会使解决。这是咱爱去注意。当你会使专心去敲找迄个正确事投资你内底的时阵，就是安尼。过来入上帝国度的人，有第二款的感觉，叫做红瓦克。红瓦克。马太福音书13章31到32节，讲了一段经文，讲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，有人拿去种在田里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，等到长起来，却比各样的菜都大，且成了树。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。耶稣用这个图片要互咱看到，上帝国，你若入上帝国的人，你会互我去。过去你是微细，总是因为伫上帝国的内底渐渐大汉，有开力，亲像一张树仔共款的时阵，有人会来甲你去，你毋通甲拒绝，因为入上帝国的人。本质都会拄着即款有需要的，所以咱爱伫遮看到天国领导，你的即款的经验，当你爬起来了后，软者变做臃肿，爽用变做富足的以后，有真侪人会需要你，即个需要你应该爱看会出来。过来，煞者入上帝国的人有一项特别的经验。马太福音书13章33节讲，天国好像面笑。有妇人拿来藏在3斗面里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。你讲的是上帝国，你若入去了后，你的性命会变大，会膨胀，会发展。但是我要问啊，膨胀发展我们要干什么？米粉，啊，你若人一寡酵母，啊发酵，啊搁给吹。给烘啊，给烘会变做安怎？变做胖，啊胖是要起来看，起来食来，起来食来嘛吼。胖是要起来食来吼。所以，即个譬如你若往后面你若想的时阵，你会发现，入上帝国的人，实际上伫属灵的世界内底是别人的胖。就是说，有的人跟你讲话的时候，他会觉得很舒服，因为他在吃面包。因为伊跟你讲话时，你性命会感觉，好像跟你讲的话之后，就觉得平安出现，烦恼不见，烦躁不见，恐惧不见。那个从哪里来的？那个是从生命之粮来的。所以咱爱去了解这个书。当有人跟你讲话，不断要甲你讲信仰的代志的时阵，这款状态会走出来，表示恭喜你，你已经入上帝国。你已经入上帝国，因为人甲你讲话，讲到耶稣的时阵，伊的心会倒起来，会回收起来，然后你有饱足感。那个就是因为你已经是属灵的粮食的一部分。所以咱在底下看的明白，入上帝国的人有啥物款的转换甲转变。煞者我要来讲，马太福音书13章44节，耶稣佫用另外一幅图要互咱看，另外一个相片要互咱了解。伊讲天国亲像宝贵创地地里，人若拄着，就伊藏起来，欢欢喜喜去变卖伊一切所有的，来买即块地。要甲咱讲，当你入上帝国了后，有当时你会做想咧奉献，你会做想咧奉献，迄表示你入上帝国。有啥我要安尼讲？
因为价值的转换。过去你会感觉讲，每一项物件做有价值，对啊，做有价值，总是当你伫上帝国了后，你开始想要将你过去感觉有价值，后来发现无遐价值的物件，来刷来到有价值的这个所在。所以你想要好，你想要做事工，那个表示你进上帝国了，你已经进去了，你进去里面了。所以不要消灭那个要奉献委身的心智，不要消灭它。因为迄是上帝国入去了的人，较有的感觉，一般人无啦。一般人讲来浪费迄个时间，浪费迄个钱。礼拜日我听人讲一寡道理，安尼尔开遐济时间无价值。一般人会安尼想，但是我要甲咱讲，你伫上帝国了后，做一个转换、转变，那个变化会出现在你想要贡献、想要委身。过来煞接来，我要来讲的是马太福音书25章第2节。耶稣佫用另外一个图片要互咱看，伊讲天国亲像10个在西路摕钉出去要迎接新郎，天国好比10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。伊咧讲天国好像这样，咱常常看到遮，拢看到伊咧讲啥物？伊甲咱讲摕钉爱摕油的人无要分互迄个无摕油的人，即个譬如尔。但是你若往下面看。你会发现，伊咧人咧讲爱警醒啊，对无？伊的警醒是啥物意思？伊的警醒的意思就是讲，当你伫上帝国度内底了后，你开始会去烦恼教会代志，你开始会去烦恼别人的性命，你开始会去想后一代的事啊，所以你会多了未雨绸缪的想法，你会多这个哦，特别是关于信仰的事情。所以你上帝国的人，你若有这块的感动，也不要消灭它，因为那本来就是正常。后面我要来讲的是马太福音书25章14节，伊讲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。天国又是什么？才干的托付。所以等你来到教会，这礼拜一段时间了后，你发现你祈祷有权柄。你发现你的服侍有效果，你发现你伫外口做生意真顺利，你发现做一过去无来教会无发生的事，来教会了后才发生啊！那叫做什么？你进上帝国了，因为上帝把才干分给你，是不是？阿们吗？所以你爱两这行，当你得到以前所没有的时候的东西的时候，恭喜你，你进上帝国了，你伫上帝国度内底啊！所以你爱将这个事啃啊掉。这个譬如内底有3个萝卜，前面2个仆人5000两的跟2000两的都很努力去工作，又再赚了1倍。只有第3个，他领了1000两的，却怎么样？挖个地把它埋起来，最后再还给他的主人。这个主人好生气啊！主人就生气的讲：哇，你哪会遮贫大？派个贫大的萝卜就来赶出。就是迄个对话内底有唱一句的意思，请咱会记。这个1000两的，这个不是动啊，这个1000两的，这个是惊啦，伊惊上帝，他对上帝的形象带着恐惧、害怕的心意，所以他害怕之后，他就去把那1000两藏起来，他不敢做任何的决定。咱若惊的时阵，咱嘛可能有这个动作，所以咱爱了解，头前2个为什么太有钱？因为他从主人的身上学到得财货的能力，他从主人的身上得到肯定跟赞美，他知道神的形象是那样，他知道上帝形象是安尼啊。总是这个第3个，平常时都无咧接近伊的主人，用惊吓的心咧看伊的主人，所以最后伊做一个最关键的错误，就是伊将伊的财富当产品，他把他的才干。上帝分配给他的才干完全的浪费，所以兄弟姊妹，请你会记，上帝国有互咱做一个转变。当你洗礼了，委身伫教会内底，一定有做一个转换甲转变。所以有真侪人要超找幸福，我会鼓励伊入来教会内底。有人安尼讲，如果一个人仅仅只有想到他自己，那么他的一生。伤心的事情一定比幸福的事情更多。我想这句话有道理啊！这是你教会内面要跟咱分享的，不是个人的幸福，不是个人的权利，
在分享的是上帝国的喜悦跟幸福。使徒行传有一段足水的经文，2章44到47节，信的人都在一处，凡物公用，并且卖了田产家业，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。他们天天同心合意，和切的在店里，且在家里擘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，赞美神，得众民的喜爱。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。为什么足侪人会形成这款的团体？因为伫因正人的内底，世界看到上帝国。上帝国除了伫咱的心中以外，嘛是伫咱互动的过程内底出现。所以愿主赐福帮助咱爱伫上帝国度内底了解。当上帝改变你的想法，互你想要奉献；当上帝改变你的经济，改变你的事业，互你搁较发达的时阵，你爱记得迄对来。请你了解，你已经是上帝国啊，所以爱常常转来到主的面头前，愿上帝的圣神扶持你，愿上帝的真理改变你，互圣神甲真理成做你两个翅膀，两个翅啊，互你的性命愈来愈亲像耶稣基督的学习。愿主帮助新化教会每一个兄弟，头前的路章拢有平安甲顺利。咱做一届做伙来祈祷。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愿你帮助阮，阮在祈祷大有困难。主，愿在你的国度爱降临，愿主帮助，互阮伫国度内面的人了解，阮一定伫内底，互阮哪来哪有耶稣的款式。阮愿意一世人跟对你，愿要做你的学生到底落尾。阮的祈祷感谢，拢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